不要乱动，来，躺下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躺下！你这个丑丫头，我堂堂一个小侯爷照顾你，你竟敢打我！公主被老妖挟持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被老妖重伤，伤了肺腑，昏迷了6、7日，差点以为你死了。告诉你有用吗？你站得起来吗？站不起来就先爬，我要去找公主。好，你爬，看能爬多久。连站都站不稳，还逞什么强？你这样怎么救静儿？你放开我！你受伤了？我要不是因为受伤，我早去救静儿了，还在这里你这臭丫头。对不起。没想到那老妖那么厉害。是啊，我们根本不是他的对手，才几招，差点把命给搭上。不知道公主现在怎么样了？放心，王大哥和庞郎还有彩雀已经去南疆救静儿了。你先把伤给养好，等伤好了，我们立刻出发。公主为难，你能安心，我不行。你贪生怕死，我不怕。你在这做你的右贤侯爷，我自己去救公主。你冷静一点，你脑子怎么那么蠢呢？拼命要是有用的话，我第一个就拼过去了。静儿是我表妹，她生死未卜，我比你更着急。如今我们跟上去，不仅没用，还是累赘，只会拖累王大哥，拖累静儿。我，你别哭啊！已经够丑了，哭了就更丑了。哎呀，好了，我不骂你了。但是你要答应我，先把病养好了再说，好不好？哎呀，你先休息，啊，别哭了。你说的对，我就是蠢，自己没用，保护不了公主。万一公主阿莫无能，辜负了陛下的嘱托，还有什么脸面去见先皇后？你这个丑木头想干嘛？我这可是智云锦京城只有这一件，你赔不起啊！哎，算了，哎呀，全当本侯爷施恩，日行一善，安慰你这个又丑又笨的木头。好了，哎呀，别哭了啊！莲儿姑娘，莲儿姑娘，该喝药了。来，慢点儿，我来扶你。多亏了小薇姑娘这些日子照顾，我的腿伤才好得快一些。不用客气，你师弟陪王大哥一起去救公主，所以小薇照顾你也是应该的。别提我师弟了，不光先行一步，还跟彩……说来也奇怪，你跟彩雀是亲姐妹吧？可是你们长得一点都不像啊。是吗？许是彩雀性情活泼好动，而我喜静，所以看起来不太像吧？是吗？哎，那她会武功啊？你会武功吗？小薇自小体弱，只会一些针线女工。不过我们姐妹俩自小父母双亡，从小相依为命。为了不受外人欺负，所以彩雀从一位世外高人那里学到过一招半式，自卫防身。这样很奇怪吗？
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那你们是何方人士啊？父母做什么的？因何故去世的？小维不想再提起那些伤心事了。如果姑娘没什么事，我就去照顾阿莫姑娘了。站住！你走什么呀？你心虚啊？小维做事坦荡无愧，怎么会心虚呢？倒是姑娘，总是对我们姐妹俩的事情那么好奇，尤其是针对彩雀，不知何故。哼，恕我直言，我看那彩雀根本就不是人。除妖当晚，灵光可是先奔着彩雀去的。我师弟施法除妖的时候，彩雀不光没有帮忙，倒显出一副很害怕的样子。灵光显现的时候，他为何避开？如果他要是人，为什么会避开？许是灵光刺眼，彩雀或感不适呢？哼，灵光刺眼，或感不适。你不是说他师承高人吗？他应该见惯了刀光剑影啊，瞒得了我师弟？我可不相信。灵儿姑娘，这话说的有些刺耳了。我妹妹虽然有时刁蛮任性，可是她性格单纯，没有心机。若是真的做了什么事情得罪了莲儿姑娘，你也不应该这般说她呀。况且现在姑娘留在府中养伤，我们把你照顾得无微不至，不求你成情，可你也不应该咄咄相逼。这样恩将仇报，莫说是除妖师，就是平常人也不该如此吧？我是明辨是非，我实话实说。再说了，是你们让我住在这儿的，要我还不稀罕呢。可姑娘不稀罕，不也住在这儿了吗？我看姑娘已无大碍，应该不需要小维照顾了。告辞。哎，你站住！哎呀！为何不随王英而去，在这里受闲人委屈？人想有所得，必会有所失。要想做人，必然要受委屈。大人是神，自然不懂得人间的人情世故。俗人卑微如蝼蚁，本尊何须要懂？可蝼蚁也有性命，也有悲喜，也有感情啊。你是说本尊无心无情了？小维不敢。每次在危难之时，大人几次三番的营救小维，小维对您感激不尽。大人请坐，小维给您倒杯茶来。大人，请。原来人世间的茶是这种味道。你笑什么？小维初到凡间，第一次喝到茶，说的也是这句话。确实有股说不出来的味道。喝得久了，便能品出各种味道。这人世间的情感，喜怒苦涩，全都在这茶里，五味杂陈。我怎么没喝出来？大人不食人间烟火，自然品不出各种味道。
而小维浪迹人间已久，自然懂得人的口味。你毕竟只是一只银狐，在狐族当中，银狐也算是比较高贵的。说吧，为何要离开狐族？狐族有什么好的？自我出生以来，便东躲西藏，没有亲人，没有朋友，除了自己还是自己。无论你是欢笑还是哭泣，在那深山老林之中，你永远听到的只有自己的回音。在我看来，狐族就像是冰冷死寂的地狱一般，没有四季之分，没有白天黑夜，还要经历500年一次的天劫。下一次天劫是何时？我也不大记得了，应该是在血月日食之后。那你就不怕那王莹一走了之，与那李靖双宿双飞？王大哥不是背信弃义之人，他去只是为了救人，是不会弃我而接受别人的。人心不足，我看你真是愚蠢之极，才会相信凡间之人。你在这儿就是浪费时间。可我现在去，可能反倒害了自己。何出此言？我若去，王英身边有庞狼，他们除妖之时，我既不能使用法力，又容易暴露身份，所以啊，我才选择留下来。等拖延几日，我再留书去找王大哥。到时候啊，所有的人都会认为我是思念王大哥心切，便不会怀疑到我了。但你别忘了，你可是要窃取李靖之心，与之互换。倘若王英救不了李靖，皆被老妖所杀，到时你两手空空，我看你该如何？凡人虽不会法术，但凭借意志力，有时候能发挥出连仙魔都无法想象的威力。所以我相信王大哥一定能救出李靖的。